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8章，公主哀城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毋通惊，毋通论，你起来，带拢总的战士去攻打哀城。我已经将哀城的王甲伊的人民、伊的城、伊的土地，拢交互你啦。你安怎对待耶利哥甲伊的王，嘛着安尼对待哀城甲伊的王。毋过，恁抢到的财物甲精生，通做恁的战利品，你着派兵埋伏伫城的后面。对安尼，约书亚甲全体的战士拢起来，要去攻取哀城。约书亚经3万个强猛的勇士，派因眠视去，吩咐因讲：恁着埋伏伫城的后面，毋通离城伤远，拢着准备好势。我甲我带的战士要往城进攻。因会亲像顶边出来攻击阮，迄时阮就要伫因的面前逃走。因会出来对入阮，想讲这人会亲像顶边伫阮的面前逃走，所以阮要伫因的面前逃走，到阮引诱因离开城。迄时，恁着对埋伏的所在起来，夺取迄个城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将即个城交伫恁的手。恁占领即个城了后，着用火烧城，照上主的话去做。注意，这是我的命令。约书亚派因去，因就去埋伏伫哀城的西边，逼伫离甲哀城的中间。迄暝，约书亚甲战士做伙伫军营休困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点算战士，因甲以色列的长老伫人民的头前出发去哀城。甲伊做伙的战士拢逼近城的头前，伫哀城的北边扎营。伫伊甲哀城的中间有隔一个山谷，伊有经大约5000人埋伏伫哀城的西边，逼伫离甲哀城的中间。约书亚布置战士主力军伫哀城的北边，埋伏的兵伫城的西边。迄暝，约书亚进入山谷，哀城的王看到伊甲城内的人透早赶紧出发，出去到阿拉巴头前的战场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毋过，王毋知伫城的后面有兵埋伏。约书亚甲以色列的战士伫因的头前加态势，对旷野的路逃走。哀城所有的人民拢掉入我内，对入因。因对入约书亚，就受引诱离开因的城。哀城甲逼第二城全部的人拢出去对入以色列人。城门放开去对入以色列人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你伸出手里的枪击哀城，我要将伊交互你。约书亚就伸出手里的枪击迄个城。伊一个伸手，埋伏的兵就对因的所在随时起来，入去占领迄个城，随时放火烧。哀城的人回头一个看到城内火焰冲上天，就四界撞，毋知要走去倒位。遐个假使走去旷野以色列人，就翻头来攻击对入因。约书亚甲以色列的战士看到埋伏的兵已经出城，城内火焰冲上悬，就反击杀死哀城的人。埋伏的兵嘛出来攻击因，因受以色列人包围，拢互以色列人杀死，无一个活地，无一个逃走。以色列人活领哀城的王亚伊去约书亚遐，以色列人伫田野、伫旷野杀死所有入因的哀城战士。伊搁倒转来哀城，用刀杀死城内的人。迄日哀城所有人拢互因杀死。男女共12000人，哀城所有人拢受遭灭。约书亚才收回伊野枪的手。以色列人就照上主命令约书亚的话，将城内的精生甲财物拢抢来做家己的战利品。约书亚将哀城放火烧，互伊永远做土堆，到今仔日还奉火。伊阁将哀城的王吊伫树顶到黄昏，日落的时，伊下令人才对树顶收新丝落来。迄伫城门口，伫迄顶面贴一大堆石头，到今仔日还留地。伫以巴路山宣讨突发。
迄时，约书亚伫以巴路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一座祭坛，是照上主的仆人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命令，照摩西律法一切记载的，用无经过铁器拍过的规粒石头起的，因伫即个坛顶献修法祭甲平安祭予上主。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将摩西的律法抄写伫石头顶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是本族人也是外族人，拢甲因的长老、官长以及审判官徛伫约柜的双边，面向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做祭司的，一半面对基立心山，一半面对以巴路山。约书亚照上主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命令的，甲以色列人民祝福。然后，约书亚宣读律法的册所记载隆重祝福甲咒诅的话，摩西所命令一切话，约书亚伫以色列的全体会众、甲妇人人、囡仔以及因中间的外族人的面前，无一句无读。